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咱来研究一下日本时代囡仔歌，强在国情含你探讨。讲那囡仔歌，就是咧教幼囡仔世间万项的事物。日本时代一条囡仔歌真精彩，内容真丰富，拢咧教做戏的出头，歌戏、布袋戏、家礼，斟酌你甲听看卖。对咱的壁边的家走讲起，讲家走跳一去，大头王啊300去，马祖经人搬戏，做得的下摇皇帝甲元帅，要状元咧游街，城边办家礼，家礼做得好唔好，要雕贤人当道，三娘咧下幕，关公出战好拖刀，即出做了头唔头，做头师傅熬做灶。大场顶出目狗，目狗咬牵狗，干豆对面狮仔头，狮仔头双夹嘴，西关行看喙，好啊，好喙水。哦，国情啊，里里落落拢斗句，无毋对你真足甲研究。这是国情去日本时代南音这本杂志内底编出来。见面咧讲大头王啊，这人名啦。马祖京口人咧做戏咧做啥？头拄啊讲到哦，后皇帝甲元帅。迄若做四人贵正当时登山精神，到皇帝甲元帅出头咯。后状元咧游街，李梦静、陈世美，这拢有做着游街。过来家礼咧做啥？讲要雕贤人当道，三娘下幕个关公拖刀。咱知影，三国出征人爱看。你若讲王允献雕贤做一个美菜，就是要互咱搭讲厝内一项上无价值的物件。头壳甲叮当落去，原来献雕贤拍破当道甲吕布爸囝中间的感情，互咱要破道步。雕贤人当道，若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，倒拖倒斩蔡阳，这原来精彩。若考出来，就爱李三娘白兔去。过来，咱继续用道具讲做头师傅熬做灶。较早吼熬做灶讲迄烟会倒架。毋过时代咧变迁，即马都无人咧用灶啊，所以这正日本时代囡仔歌。过来道具，倒过来讲大场顶出目狗，过来讲对狮仔头双夹嘴。台湾话咧讲的双夹嘴，就是准狗溪楼若小夹两条，或者双夹嘴。收煞则讲西关行看喙，好啊，好喙水。正就是西关行，人讲布袋戏行内底一个出名的做戏的主演，看喙师王岩的老先生的介绍。